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要深入解剖一單堪稱預言成真嘅樓市經典事件。點樣用3年前嘅價錢買到今日全新，仲係禁售期內嘅居屋？點解150個人瘋狂爭住報名？而我又點樣聯同84個家庭一齊參與呢場堪稱世紀抽獎嘅大事件？坐穩啦，故事而家正式開始。觀眾朋友，我哋首先要返到2023年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嗰陣我做直播好清楚咁講過一句說話？新一期居屋嘅業主，如果財政出事，好大機會喺禁售期內出現原價銀主盤呢隻怪物。點解我咁講得咁實？叻媽好熟悉呢一套遊戲規則。新居屋有5年禁售期，頭幾年喺第二市場只可以原價轉讓。如果業主喺呢段時間斷供，銀行收樓之後都一樣會被條款鎖死，只能原價賣出，冇得加價，冇得講。我真係好感恩，當時有人覺得我誇張，但亦有好多醒目嘅觀眾真係聽得入耳，記得入心。佢哋之後主動揾我問點樣準備。而今日沙田裕德苑嘅銀主盤就係我當年講過會出現嘅完美應驗。今次150份申請入邊有84個家庭，就係當年一直有留意我同我保持聯絡嘅朋友。呢個唔係巧合，係準備好嘅人迎接預期之中嘅機會。好，我哋講返今次主角裕德苑呢個銀主盤點解會變成現象級事件。裕德苑2023年落成，石門站上蓋，高層2房，仲有河景。因為佢只係第3年，受制於居屋轉讓限制，銀行依法只能原價出售，冇得日價。而家成交價鎖死喺2023年一手價325.4萬，尺價7120，以今日市價比，簡直係好似時光倒流。今日嘅買家只要等多2年就可以用市場未補價去買。呢個單位保守估計值480萬。聽到呢度，大家最想知銀行會唔會蝕？我哋計條數，當年業主90成上車，銀行借出嘅貸款接近成個樓價。今日即使原價賣出，銀行收翻嘅錢都足夠抵消債務。對銀行嚟講，快手收翻現金，清理壞賬，比賺差價更重要。所以呢單係一場合法、合規、合邏輯嘅交易。正因為人人都出同一口價，即係原價，遊戲規則就由價高者得變成最公平嘅抽籤決定。成件事本質就係一場憑資格與運氣參與嘅幸運大抽獎。大家要知，裕德苑唔係孤例，今年其實已經係第2宗資助房屋原價銀主盤。幾個月前，綠置居啟鑽苑已經出現過一模一樣嘅情況，一個原價銀主盤推出市場，但係關鍵係綠置居單位只限持有綠表資格證明書嘅人士先可以買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淨係得白居二資格，你係冇資格參與嗰次機會㗎。呢個正正說明咗市場上有2條完全唔同嘅賽道：綠表、綠置居賽道、白居二賽道，兩者資格唔能夠互通。而裕德苑今次就係屬於白居二賽道嘅狂歡。聽到呢度，聰明嘅你應該明晒。想捕捉下一隻原價筍盤，你要做嘅唔係等運到，而係第一步即刻申請入場券、白居二購買資格證明書。如果你係公屋居民或合資格，想捕捉綠表市場，包括綠置居嘅原價盤，你需要持有有效嘅綠表資格證明書或綠置居購買資格證明書。第二步，保持同資訊源頭連結。如果你已經攞到白居二資格證，或者你係綠表、綠置居資格嘅朋友，記得私信叻媽講聲 Hello，因為呢類政策限價盤唔會登大版廣告，佢嘅出現就好似閃電咁快。而叻媽嘅角色就係大家哋嘅雷達。你話我知你喺邊條賽道，準備好咩入場券，我就可以好似今次通知84個家庭咁，下一次閃電出現時，第一時間將最精準嘅資訊交到你手上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嘅影片話俾我哋知，係樓市中要具備以下幾個能力：第一，預見力，基於政策推演未來2023年嘅預告喺2025年變成現實；二，規則力，食透居屋禁售期同銀主盤規則，睇穿原價抽籤嘅本質；三，行動力84個家庭嘅集體行動係把握機會嘅最佳示範。樓市唔只係金錢遊戲，更係資訊準備嘅競賽。機會永遠留俾嗰啲睇得懂規則並提前準備好入場券嘅人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叻媽頻道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